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今家口渴力一定好卖，全世界可可豆的使用量已经爱抢超过产量诶。如果口渴力可能会唔拉喎，徛系全世界可可啊产量七上嘅非洲地区，受到造旱的影响，产量好唔起来。等到喺东南亚产区，因正亚太新兴国家，甜点的需求量因来因大嘅。像马来西亚种的可可啊，到2020年会增加到4万公顷按发到。台湾係全世界種可可啊千百片的蔬菜，僅適合來種嘅呢係屏東地區。第13年前起始，屏東可可啊農民簽到為菜地嘅加工技術，留學成立白兩隻產銷班，韓國亞洲口渴力種業，種嘅面積也因來引發的有200公頃咯。今年起始，屏東可可啊產量有為來到第3階段嘅全國時代。屏東縣政府也對產業調查做起始，由客家事務局接下來輔導，可以可可啊產業嘅霹靂考察。按算10月底，香港會有南國可可啊嘉年華會。全國時代嘅屏東可可啊係用嚟發展嘅，現時有發展到用嚟呢，來看下呢個報道。從比長老小的後扎可可啊果子剪下來，農民天日聽得做來剪拍，種頭長嘅樹下也可可林，長種3重葉，今年係頭一擺有好結。開始你種3年，你知道也好種冇？幾好種啊！幾好種啦，然後管理啊，幾好管理啦。但是有個問題就講驚颱風啦。係講樹拍鐵從風采以來做嘅團體，故所接上去節，係隻重要原因係可可啊係乾生植物，也做係講果子係打到樹上紅嘅，唔剪就唔開花，也唔會打籽。慢慢向四條村長連過順兩公婆3年前加減種得可可啊時節，一到年就等看佢嘅種出樣嘅成績，等看到種到茫茫嘅又上出來門。3年前之所以會種呀可可哈。就因為我哋面對講要強嘅變咯，將我哋屏東一向農民嘅最大經濟嘅收入嘅來源，包括我哋樣年紀攏係可以強嘅嚟向我哋投訴示範一條。但是真家社會經濟各方面嘅演變，真家呢也強嘅已經都飼養農業嘅。已經啊進來真多年去教會做嘅啊，去教會做嘅時間嗰多年係數啊。之前我哋開始種嘅時間冇人數。冇人數，人家攏講啊個哦，種嘅冇人數哦，嗰時冇人敢種，啊人家唔咩啊，而家真多年進來真多年係數嘅，啊進來真多年嚇去加工來做嘅，嗰時而家反而一定都講唔拿擺東西啊。出去買來找嘅可可豆，考這個配價30分鐘。台灣種可可啊歷史，1922年家下對印尼造話傳種嚟種，不過這樣時唔點樣加工，咩唔點好用啲奶。台灣咧真嘅成功係侯明強，佢對2002年起始開始種到有好樹，做出口渴力，頭到尾種塊都係佢自家做。事實上，屏東可可產業發展到今，大概分做3個階段。對13年前，第一代侯明強堅持經營，10年來，上嘅泥埔嘅慢慢一大筆由農民來種，各成立一個產銷班，咩開始由自家種來自家賣，口渴力種業。到今年係第3階段，屏東縣政府落來，普陀可可產業霹靂考察，年代考判可可嘉年華發通。我還記得幾久以前哈，那個邱氏咖啡一定就有來提擺來紹介講，屏東有一個7個手工的生巧克力，好啊，過來其實慢慢的有談到講哦，有一些可可農民好一定開始在種苗。19年來過程，因為全部有個情況啊，情況一定會啦，一定會。當然，我們做到有根本的。一啲階段嘅時候，我認為講，我哋自家東西，我哋台灣嘅東西自家做出來哦，因為我哋最大安慰。全部因為咩呢？今年啲東西可以同外國比較嘛。其實以台灣嘅農業實力嘅話，也絕對冇問題。
因为后面从成功里的天集团主要农民也落来种，林必山同美国喺2022年，8年前转到屏东落户，先种咖啡，再个种可可啊，喊到慢慢成立的可可sản銷班。佢出隻同國外賣技術，也對種、去剪果子、秘法都不學、精煉、成型都做出考起嚟，一物事都會自家做。就是有至少有一个起头嘛从点到线到面来推广。那我们就从迈阿密嘅进轨拖的地去这栽种可可嘅这果实拿来用来做巧克力从国外买一些技术带入来提下生产，成功了可以。那其实刚开始要推广农民要栽种一点意愿很不高。去年我哋發現講，喺屏東，種巧克力嘅內部嘅慢慢籌組重置，馬有人種，佢當時去年嘅推估嘅話，差唔多就有200公頃。佢當時我哋咧問講，那我哋上面就大家就想講巧克力，伊可能對屏東嘅經濟可以有可以成為一個屏東新嘅農業一個代表嘛。屏東縣政府係對去年開始做可可產業調查，面對近來見到農民想轉做可可啊，今年同屏科大合作，委託地方團體來辦66點鐘嘅可可產業比例考察，內容對可可園嘅田間管理、製造秘法，當然做出合適嘅甜點，還有考起啲投籃培訓。本單老多冇幾多人會嚟為了參加，冇想到報名家下人會按多。原本在规划这个班级的时候，我们是抓了大概每班是20个名额。那当然，我们自己心里面可能也轻忽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看到一些农民，但是我们还是很多不知道这些农民到底在哪里。所以在办这样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可能20个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了。那到最后截止，每一班报名的人数大概都有160几到接近200位。我都差唔多4、5分梯啦。想講更加像像講先來種嚟量嘅個人，想講來用語言來試看種看先看嘢效果成果樣。那加上可以野花，如果慢慢來種，其實可以野花我希望講我個度一個堂兄堂弟嘛來鼓勵佢哋來種啦。像鄭玉慶一種盲識中國可可嘅人，除非佢當上中，係冇乜機會來參加上課，因為拖到最尾，一般搶數40人3人。今邊我上嘅課係可可田間管理考察，學者分析，雖然一下全世界可可頭，大概有70%係對非洲來嘅，不過其實非洲人係種落去做蔬菜基上。台灣農業技術同農民有按三忙，雖然緯度較高，但為面積嘅產量同品質還係當好。现在主要的可可的生产是在热带的非洲地区或是这个南美洲的地区，那个地区是属于比较第3世界的国家了那主要是人口比较少，对方比较大，那通常他们在农业技术上面就没有像台湾这么好，所以他们种了以后，大概在管理上面就有比较大的落差。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当然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整枝修剪的技术。那另外，比如说我们去跟屏科大有合作了，就希望能够选出产量更高的品种，这个都有在进行。那比如说肥培管理的技术。那另外很重要就是病虫害的它的发生的种类，还有它的防治技术。種嘅3年，屏東可可建種更好，也建種更多。尤其3年前泥埔嘅半萬一大伯，有幾太村嘅農民種嘅大概40公頃，也係博嘅陸小開始開發大致，但係面對加工同外賣到內地嘅衍生問題，農民用戰國時代來講也數嘅市場有幾多呢？戰國時代要講呢，我們的市場還沒有打開來，這個管道又還沒有疏通，但是100-200甲已經種下去，一用八個中海要施捨的，有要施捨，你前面的你天氣不會通路，你地上不會市場把摸出來，也還沒造成一個混亂。當然我哋嘛會講有安尼嘅風險啦，我先講啦，搶嘅最後種係門，因為有人種有人數。馬上搞起應該就 OK， 但是啲巧克力嘅部分，還有加咧發酵，
好啊，古时候多有讲已经差不多都在迄西班牙迄意思。好，其实有分生果跟干果。Cocoa 口比开也係鹹網處理過嘅生果，伊出來 Cocoa 頭並必發比賽不好過後，做會處理過嘅糟果。一下屏東 Cocoa 生果嘅需要家私，1公斤對20元到30元都有。對生果處理到糟果，大概係20比1。也做講20公斤嘅生果，請做會出1公斤嘅糟果。糟果嘅需要家私對200元到400元都有。國際 Cocoa 原物料家私大概1公斤80元，便宜價1多。日月人嘅強國合作社專門賣生果，其價格也有套中。我哋一條樹嘅平均一隻200粒，一粒1公斤，一粒1公斤賣30元，唔算好了1分錢，種80條。哦，有人講我種到8個條，60條到80條都正常嘅，哦。收入是一个很好的收入。如果假设你今天是第3年的话，你的产能大概就是只有在6、7万块1年，这个是没有错。那但是当呢它到第5年的植株的时候，它的产量翻倍的时候，而且它的豆子的这个也会比较饱满的时候，那你的这个你的收益就翻了1倍。那到了第6年、第7年，它就会不断的再翻涨上去，就是因为可可树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干生植物，所以它的树干可以背负多少的果量，必须要随着它的年龄慢慢的去做增长。簡單來講，Cocoa 種野球大致一度，往往論綜合有種嘅人數成量來排，喺講頭搶眼地度減種到 Cocoa， 有人保證數價，1分體青色做行左右6萬元，也行搶喺農作，也做喺體業嘅產業產出。其實 Cocoa 還有當多價值 ，Cocoa 頭地度有50%到54%嘅天然食用油。後面大廠煉出 Cocoa 油來做化妝品，只有台灣承建能力也未做得到。國際上一些大廠，他們是把那個油先抽走了啊，還好他們技術上目前只能抽走40%，完有殘留10多11的可可脂在裡面，那個就是來做可可粉的。所以剛好市面上的可可粉幾乎差不多也可可脂的一個成分都差不多10多11%的，所以也巧克力哈，如可可粉加替代油加糖去做的啦，啊油處去做高級化妝品的。比如說像醫療的部分，就是在國外哈佛大學它也都已經有這樣的研究報道，就是說我們可可裡面的所含的物質是可以幫助我們心血管的這個順暢，那甚至是說還可以延緩那個老化性的智力衰退的部分。那當然，如果假設我們有借用這樣子研究的力量，去把這些產物把它提出來，那我覺得可以讓這個產業它可以更多元的發展。台灣當年對國外進口大概40億元 Cocoa 磚、Cocoa 油、模做 Cocoa 粉一等原料，係個完全自家種來自家賣，親手種有2000公頃。屏東縣政府認為，屏東 Cocoa 唔單止對身體都十分作好，也生活里程輕短。每將 Cocoa 油出體做出巧克力，咪係一定賺嘅巧克力。我哋去國外買乜嘅東西過來，全部買的都是巧克力。那下一拜有沒有可能來屏東，都是買我哋屏東的巧克力過去送本台灣，好讓係送本其他世界的。磨出油，就是磨出來的巧克力哈，它將裡面10公斤就有5公斤的可可油，直接用牙來做巧克力。哦，所以全世界最高級的巧克力都按呢樣。你們看所有的巧克力原料全部都進口。因哋那個那麼多我哋咧本土過來，那台灣那些地方，按究嘅時間，做乜嘅我哋自己唔曉得種呢啲東西，最新鮮嘅東西都樣面都有呀。照統計，2013年全世界 Cocoa 投消費量大約超過400萬公噸，2014年巧克力產品賣總額超過1200億美金。不過主要產地非洲 ，Cocoa 投產量冇增加，點到東南亞產區增加。韓國也按多年來亞太地區新發展國家，甜點嘅需求量咪增加1多 ，Cocoa 產業採地上經還係有前途。
我们可可农友的分布啊，比较密集的地区就是环抱着国三公路跟88公路，还有沿山公路这一个大的范围内。那我们当然最希望是说，能在这个大范围内可以成立一个可可的休闲农业区。那可可嘉年华的部分，我们就会去激励我们的学员去做出这样的产品，来跟所有的游客来做分享。台湾农业技术水准高，一到外来购置，水面都种得比别人较好。今年10月的可可嘉年华，我表现出也係同台灣當今嘅新農業，係講可可產業必定菜地發展，將農民同加工同休閒產業結合強下，攞佢做到一張油嘅南國，靠佢哋提起世界，靠佢哋一項有機產業，最有機會改變屏東嘅農業氣象。